家鄉味、家鄉情、家鄉市集平靚正，6月3號至7號，維園約定你。各位嘉賓、各位鄉親、各位街坊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香港廣東食店總會主席江俊龍。由全港省級同鄉食店聯合主辦嘅第4屆家鄉市集嘉年華，將會係6月3日至6月7日，一連5日喺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隆重舉行。今年我哋市集全面升級，規模擴大，特意開埋球場範圍，同時大幅增加攤位數量，成個場地更加富庶，遊逛範圍都大好多。今屆總共有373個攤位，熟食專區亦都擴充優化，加到40個攤位，混集全國各省地道美食、特色小食等，大家都可以一站式食盡各地家鄉風味。今屆最大亮點係增設咗未加工過嘅農副產品專區，國家推行嘅8000萬工程係新時代推動鄉村振興、促進地區協調發展係重要嘅舉措，對於鞏固脫貧成果、幫助鄉村百姓增收致富起到非常關鍵嘅作用。今次農副產品專區精選內地各省市原生態農特產、優質乾貨同埋各款鄉土好物，種類齊全，選擇非常豐富。市集現場仲有非遺工藝、民族表演同埋精彩嘅文藝節目，集美食、賣特產、睇表演、聚鄉情於一身。好歡迎各位街坊市民、鄉親老友記多啲入場親市集，品鄉味、樹鄉誼，一齊感受濃厚嘅家國情懷同埋各地特產嘅鄉土文化風采。家鄉味、家鄉情、家鄉市集平靚正。家鄉味、家鄉情、家鄉市集平靚正，6月3號至7號，維園約定你。